Hello， 大家好，我是 Lisa， 今天我要来骂人。娃娃 TV。我们美国现在已经是全世界确诊人数最多的国家了，现在此时此刻已经有4万多人死亡，将近80万人确诊，而且每天都是几万的在确诊的。但美国却有很多脑子不知道哪里有问题的人，觉得这个 Stay at Home 命令违反了他们基本人权，所以他们就上街抗议，要求政府要让他们去上班，开始恢复正常生活。真的是很自私大家都那么努力的在防疫，你们给我在那边游行就算了，大部分的人居然都没有戴口罩，也没有保持社交距离再这样下去，我看大家一辈子都别想要恢复正常生活了，真的是哪里都不缺白痴害群之马。再来，在这个危急的时刻，居然还有人说他要剪头发。I need a haircut. Open the barber shops. Open the hair salons. We need haircuts. 是不是很傻眼？这些人真的知道现在事情的严重性吗？这个时候你跟我说你要剪头发，是剪什么头发啊？你知道，如果你染疫死亡，是直接推去火化，你从进医院到死亡，你就不会再见到你的家人朋友了。所以到底是谁会 care 你的头发？现在剪头发是有什么屁用？是要给谁看啊？真的是很奇怪，这些人不是想要赶快恢复正常生活吗？那他们怎么不想想，为什么这么久了，一直没有办法恢复正常生活，确诊数一直没有办法降下来呢？还不就是因为有很多脑子有问题的人一直无视政府的 Stay at Home 命令，去外面爬照啊，大家就一直不配合，确诊数就一直上升，永远都没有办法解除危机嘛。大家怎么不想想，如果每个人都配合政府的防疫，乖乖留在家里，是不是很快就可以控制住了，很快就可以恢复正常生活了呢？全世界不是一直很想要知道台湾为什么这次防疫可以做得这么好这么成功吗？因为台湾人听话，台湾人配合政府防疫工作啊。陈时中部长也说了，台湾这次控制得好，靠的就是人民的配合嘛。问题是现在美国人他就只是想着自己的自由、自己的快乐，根本就不管其他人的死活。People are gonna die. They die no matter what. No, we aren't. We aren't. We're not scared of this virus. Total chaos. Green light. Everybody stopped up. 刚刚那个影片有一个人说人总有一天都会死，另外一个人说了他不怕死，然后有一堆车子故意停在大马路上鸣笛抗议，阻碍交通，让交通塞成那样。你们不怕死是你家的事情，但你们不能妨碍交通，阻挡救护车的去路啊！难道这些人不知道现在每天都有很多救护车在路上跑来跑去吗？大家这样阻碍交通，救护车根本就过不了，救护车上面还有很多不想死的人People, I have something to say. I work for Sparrow Hospital. How can I do my job if y'all idiots are blocking up the ways to get to the hospital? There are people dying every minute. 这是很傻眼这些抗议的人想要恢复自由，好啊，那我就建议政府干脆推出一个切结书让他们签了之后呢，就允许他们恢复正常生活，回去工作。但一旦发病，就不允许他们利用国家任何的医疗资源，看他们签不签，不签就给我闭嘴，好好留在家里防疫。看来他们真的是不知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句话。现在贪图一时的快乐，赚那么多钱要干嘛？染疫死亡的话，不就什么都没有了吗？还玩还赚钱现在这个时候就应该要全民团结起来，一起去对抗这个病毒，而不是上街去群聚去散播病毒。美国之所以这么久还没有办法控制下来，就是因为很多人不听话不配合。你看，从3月中美国各州开始宣布 Stay at Home 命令，到现在已经4月中了，已经1个月了，美国还是没有办法控制住，甚至连高峰都还没有到。这样到底是要怎么解除禁令、恢复经济啊？真的是气死人另外还有很多教会也在那边抗议说，为什么不准他们去教会做礼拜？难道他们都没有看到韩国的新闻吗？就是有很多人去教会做礼拜染疫的啊。还有人说什么相信上帝就不会染疫，这是什么神逻辑啊？都疯了吗？上帝没有那么厉害好吗？上帝要有那么厉害，现在早就已经控制住了。尤其美国那么多基督徒。我没有要批评任何人的宗教信仰，也无意要批评上帝或者是任何神明。你有宗教信仰很好啊，有一个精神寄托。不过现在这个病毒就不归上帝或者是任何神明管啊。现在就不是说你信什么宗教就不会染疫，现在信在家睡觉最好最安全啦。这个病毒它现在就是不分你我他，只要你不戴口罩，不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不保持社交距离，你就有可能会染疫，就算是上帝也救不了你啊。现在美国很多人就因为已经受不了这个 Stay at Home 命令，所以上街去抗议，甚至我们加州还有人要去告州长的，真的是搞不懂他们脑子在想什么大家是在家里关太久都疯了吗？好啦，希望大家都可以平安健康，全世界可以赶快恢复正常啊！我是 Lisa，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呢，不要忘记帮我按赞加分享，还没订阅的朋友们呢，也不要忘记帮我按下订阅，然后记得打个小铃铛哦。另外 Lisa 也有 Facebook 跟 Instagram， 有兴趣的朋友们，你可以去帮我 follow 按一下赞。那我们就下次见啦，拜拜。